地盤佬地盤，裝修佬裝修。是但啦。出發。耶，到機場。錢咪係自己人。含笑冇入 SD 卡，佢俾我周，你有冇入？我有 SD 卡，我有。冇俾我周到。冇有 SD 卡，佢又俾我周。我問米嘢寫到邊度，佢話就嚟溝。乜我？到啦！朗哥，我啱啱到咋，朗哥。朗哥，阿恒，Let's go！ 20，喂，好快咗喎！好正喎，行咗幾層樓梯喎。我搬你個篋啊！喂，師兄啊，我有力㗎，你話咩試交換下咋 OK， 哇！領級運鏡。會開心翻嚟，正重慶第一餐。搞唔掂㗎啦！開紅晒。哇，相同嘅風格。辣到爆炸！嗱呢個就辣到爆炸！再強的也要全力去疲憊。重慶特色澳門小籠。澳門小籠，早上好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食呢個重慶小麵，朗哥咧就叫佢一個清湯，朗哥係完全係已經係失去咗失呢菊花嘅知覺。呢度算唔有陽光啊？咁咪唔使開咯。可以。我個外幫你啊！佢金門啦。金門啦，到咗。 So many people，人啊，全部都係人，全部都係人，個個都知道呢個秘密咯，我都知道係。係啊，要係。鋪墊觸碰我，體溫越變越熱，Don't sleep I need more，原因。好似啲藏人族咁。早上好，我們現在去舞龍。朗哥，你今日嘅肚還好嗎？還好。今日未澳。今日食咗個麥當勞，好難食。中國麥當勞。OK， 今日我哋唔係包車嘅，係未到這啲人，而係接啲人。好，我哋終於嚟到呢個天山三橋。我哋終於嚟到天山三橋嘅廁所啦！我哋去完廁所即刻上車翻酒店。繼續行啊，朗哥！我哋有排行啊，有排呢啲景啊！呢度係我國偉大嘅咩現象啊？夏士特，哈斯特地我國啊！果咁型嘅。啊！我哋去到邊度咧？我哋去到呢個聽講係
呢個劉備嘅故居嚇係邊？係聽朗哥講，你講啊！但係朗哥好似話係曹操喎，唔係呢個荊州嚟嘅，三國赤壁。屌！森哥點樣教你哋㗎？森哥廢森哥。喂！錄住啊！錄住你啊！森哥有啲廢。唔識呼吸。呢度你覺得點啊？我覺得只能夠用一首詩嚟形容。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不知啊廬山啊真面目啊！是人我落緊天，此緣身在此山中啊！北京有邊個啊？我們上來參觀的遊客啊，都可以過來領一個紀念品，拍一個天使觀一杯紙抽貼。這個是你們購買門票費用裡面包含免費的，一人一個。列陣在東，青龍聽命。繼續啊！列陣在南，白虎聽命。要jump I jump。啊！佢又要咧，即係超過你少少，跟住佢又要自己喺度停低喺度影。行到一嘢批晒。咁唔好啊！唔係唔好啊！他還是個孩子。我冇嬲啦。他還是個孩子。當時把劍距離我喉嚨只有0.01公分，但喺1/4炷香之後，把劍嘅女主人將會徹底咁愛上我，因為我決定講一個大話。啊！有冇事啊？你行先啦，朗哥。冚到啦！OK， 下一個動作。OK。我間中飲醉酒，很喜歡自由，常犯錯誤説謊，但總會內疚。遇過很多的損友，害怕貪新厭舊，係咪咁唱？學到啊！學到餐。